Hello，今日 Bobo 咧想同大家介紹我哋嘅產品。今日登場嘅係人體工學磁機棒，我可以話堪稱磁叉2.0 Mix 刮痧升級版本。時尚嘅外觀，輕盈便利，隨身都可以攜帶，一隻手掌都可以承受嘅力量，無論身處何地，任何人士都可以輕鬆享受無需依賴電源嘅自由美肌。以1:1復刻人體面部骨骼模型設計，能夠完美避免推動力度，從而減少肌膚磨損接近零，能夠深層精準穴位嘅氣血運行。為咗確保每一份呵護都係安心，人體工學磁機棒係由鋅合金及一叉磁珠組成。可拆卸嘅磁珠及鋅合金材質，完美避開身體內有金屬支架、心臟起搏器等會干擾身體內金屬儀器、磁性或不鏽鋼，過敏者都適合使用㗎。Bobo 話俾你知其中嘅科學原理在於，磁機棒通過磁性互動於人體血液中嘅微量鐵元素及物理雙重刺激，喺按摩嘅過程中能夠加速血液循環，疏通淋巴結節，助力毒素與酸性物質嘅有效排除，大幅度減輕疲勞感，激發肌膚深層新陳代謝，有效擊退黑色素，培養出白裏透紅嘅健康膚色。過程中產生嘅微溫仲可以激活細胞組織，促進膠原蛋白再生，令輪廓更加緊緻，蘋果肌自然提升。磁機棒除咗可以用於面部之外，仲可以靈活穿梭於全身使用㗎。